这是一位山东菏泽的粉丝大哥，看了我前面制作茶台的视频，觉得我们手艺还不错，让我给他定制一款茶台，预算12000，要求用100年香樟木老树根制作，台面雕刻中国龙围绕着茶台，做循环流水，体现出神龙护主、霸气十足的感觉，也象征着团结和进取的精神，激励人们奋发向上、自强不息，同时也能够带来好运和祥运。其他的保留树根形状，就按师傅正筹发挥，线条流畅、简单大气就行。好了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制作过程和成品效果如何。如果有喜欢各类材质的灯雕作品，也可以找我订购。開口叫吧，高聲叫吧，這裏是全國計兵，歷來強盜要侵入，最終必送命。萬里長城永不到，千里黃河水滔滔。江山秀麗，疊彩鳳鳴，問我國家那場演兵。衝開血路，揮手上華，要致力國家眾領。喜讓國土再遭踐踏，我國父許使命。萬里長城永不到，千里黃河水滔滔。江山秀麗，疊彩鳳鳴，問我國家那場演兵。衝開血路，揮手上華，要致力國家眾領。喜讓國土再遭踐踏，這誰師以戰而成。睜開眼吧，小心看吧，那個於塵勞自認，人為屬於忍讓，人格要氣日盛。開口叫吧，高聲叫吧，這裏是全國計兵，歷來強盜要侵入，最終必送命。萬里長城永不到，千里黃河水滔滔。江山秀麗，疊彩鳳鳴，問我國家那場演兵。衝開血路，揮手上華，要致力國家眾領。喜讓國土再遭踐踏，我國父許使命。